自从我小孩儿子回来了之后啊，外公外婆天天就守在这个大门口这里。到了这个点，好多人又过来准备来串门。这个中国小外孙醒了没有？就想等着一会儿小外孙起来了，自己又可以逗逗他玩，抱一抱了。ลูกอีแม่ไทยหน้าใส่พ่อเฒ่าไม่ไทยหน้าใส่พ่อเฒ่าแล้วลูกก็อยากไปนี่บ้าแม่บ้าโอ้ยกินมาใหญ่โว้จับไว้ตกขอบใจนะตกมาเอ้ยเอาให้ขอบใจโดยลูกมาละยาลาย大姑也是，你看笑得多开心，早早就过来想要看一下我儿子醒了没有。啊，最开心的莫过于我岳父岳母了，现在抱在手里面是爱不释手啊，见到谁都想炫耀一下，看，这是我家小外孙，你看，胖嘟嘟的，多可爱啊！看岳母啊，脸上带的满都是笑容啊，应该是一点都不害羞，谁都可以抱。一点都不挑人呐、由于是第一次回来啊，所以呢，岳父岳母还专门给我儿子准备了一个祈福的仪式，叫做穿线仪式，主要就是为了给孩子祈福，保佑平安。东东没有回来之前呢、岳父岳母就经常打电话过去，看到小外孙开心的不得了，经常就在村里面到处炫耀，我有中国小外孙了。岳父岳母说我长胖了，然后呢子也胖的。祈完福，小孩子也比较累，所以就睡觉了。岳父岳母也正好趁这个空闲时间出来我在外边呢坐休息放松一下，等会又可以该着轮流抱着孙子玩啦。สบายดี呀，一看到有谁经过或者是谁探头出来聊天呢，就是对自己的外孙呢一阵夸，说哎呀我孙子胖的白白净净的，好可爱好可爱。ข้าวเจ้าข้าวเหนียวก็กินบ่เป็นไงข้าวเจ้าข้าวเหนียวก็กินได้เป็นลูกเคยเล้าบ่เป็นไง岳母说你家姐夫回来了，要让他自己来做饭给我吃。นั่นสุกโกตัดเพิ่งนี้大了也会自己做饭了。โอ้ยแม่ให้เราลูกเรากินอยากลองชิมพี่เมอเจ้า OK 不一年不见还知道害羞了，龙心屁魔照了。现在长大了，会做饭了。以前姐姐老说她懒，啥都不愿意干。